看到老板认真切肉，不只对每一块肉的纹理都相当熟悉，很难想象他原本是从事黑手的工作。当初因为答应女朋友的承诺，投入餐饮生意，不只看书研究汤底的熬煮，甚至到屠宰场学习了解每一块肉的纹理和料理。本来是做乌手底啊，26岁那一年啊，女朋友的结婚不然我们做个小生意不要四处奔波这样子拢爱出差还有我们做个小生意，结果阮一个做了3个月，伊就嫌忝就走我哪想讲我都本来就师傅底这种餐饮这块阁是完全陌生我想敢要继续坚持的，结果伊就我有去找伊他就跟我讲，我妈妈说你不是做生意的料，跟着你会一辈子吃苦，就为了赌这口气，然后就开启了外挂人生了，然后去研究汤底研究一些牛肉，我甚至有到屠宰场去帮忙杀牛，我才知道，每一个牛肉它的每一个区块，然后它的部分，它什么36个部分，我都掌握得很清楚。从门口一进餐厅，映入眼帘就是一条条新鲜的牛肉吊在冰柜里，让顾客能够一眼就看到新鲜的食材。而这家餐厅不止牛肉闻名，看这锅肉燥，猪肉是手工现剁，不止费工，而且口感也与众不同。其实台湾人心目中都有各自的第一名的肉燥饭。那我们家的肉燥因为是祖传下来的，而且我们的肉燥它是采用手工去剁的，它比较大块，它的口感吃起来也比较好。那相对的，这个成本也会比较高一点，但因为就加成下来的，我们也是采用这个肉燥，然后下去熬煮。那肉燥你如果手工剁跟机械绞的，它真的口感会差很多。不像台南的它是比较偏咸的，咸一点点而已对吧？那整体吃起来，我觉得还不错，蛮下饭的，对。但就是不是台南口味，偏甜的那一种。从事20几年的牛肉餐厅，业者为了让顾客吃到不同的菜色，经常推出新的料理。画面上这锅总裁牛肉面，更是使用多种不同部位的牛肉，与外面较少见的宽面条，而且分量足够满足8人份，希望让消费者吃饱又吃巧。记者林根台南报道。